加州就業發展部簡化咗線上失業福利申請認證流程。通過客戶反映，我哋了解認證問題令人難以作答。我哋進行咗更新，令表格更容易了解。目標係幫你安心完成作答，避免發揮疑慮。若有計則領取失業福利，必須每2星期進行資格驗證。資格驗證令我哋確認你符合福利資格，例如你有冇能力工作，或者係咪揾緊工。要進行資格驗證，請登入 MyEDD， 選擇 UI Online， 通過線上驗證係最快嘅方法。喺 UI Online 入面，請揀 Certified for Benefits。當你有對驗證嘅星期數時，可以睇到嗰個掣。有啲驗證問題令人困惑，可能導致錯誤或者發放延遲。我哋更新咗問題1至5，根據回答情況增加咗後則問題，令問題更清晰，幫你提供正確嘅資訊。例如問題1原為你係咪因為病咗或受傷而無法工作？更新之後，問題1答案唔再係或否，而更具體嘅描述。我哋都加咗說明，解釋每個問題具體詢問嘅內容。例如問題3原先是你是否在尋找工作？更新後嘅問題3包含咗其他揾工嘅具體例子，例如參加招聘會或將簡歷上傳至 CalJobs， 咁樣可以幫你知道我哋參考嘅資訊類型，令你可以安心作答。回答所有問題之後，請檢查答案，提交驗證申請。正確嘅回答令我哋快速處理認證申請，避免延誤。我哋持續進行現代化同改進，為你提供更好嘅幫助。想知道變更嘅最新消息，請訪問屏幕上嘅網址，訂閱更新通知。我哋係你嘅 EDD， 無論幾時向我哋求助，我哋可以幫到你。喺你最需要嘅時刻，俾你最需要嘅幫助。